秋天到啊，这流行感冒疫情可能会阁夹起来。说讲公费的流感疫苗是已经会当开始做，不过有家长是烦恼囡仔注着高端怎唔好做。为着要鼓励民众注射压制疫情，台中甲新北的注射暂时宣布讲要公布疫苗的牌子。安尼学生就当决定要伫咧学校做，也是另外去找别位。人阵十通通照班排队，台中市开始注射公费流感疫苗。初三早起，潭子区嘉福里社区活动中心上百个长者来注疫苗，希望增加保护力。多人啊，讲爱做就来做，我袂想遐个人。今仔日感觉讲人真多。嘿咩，讲人真多咩。照疾管署的监测资料，今年已经有728个流感重症个案，156个人死亡，疫情豆豆唱悬。不过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有赛诺菲、国光、东洋甲高端4间厂牌，有一寡家长无想要予囡仔注高端流感疫苗。台中市和新北市初三宣布，管区内各注射单位要公开疫苗厂牌，讲资讯透明公开，让民众有选择权，好好注射疫苗。比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家长若要予囡仔注其他品牌疫苗，会当摕补助疫苗通知单去别个所在公费注射。所有的接种单位必须公开揭示接种的厂牌。换句话说，政府发什么给你，那是那些医疗单位或施打单位他没办法挑。可是今天打什么疫苗必须公布。有4种厂牌嘛，那其实家长也都很多有一些选择的疑虑。我们就是预计就是明日起啊，就是校园流感接种会前一日告知学校接种的厂牌。疾管署无反对地方政府公开疫苗厂牌。公4间疫苗拢有通过审查，拢是安全过关。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尽早接种疫苗。那如果民众有不喜欢某种疫苗的话，那当然也可以到其他的一个医疗院所去做相关的一个施打。詹秀伟讲，疫苗政策原则上是先教的疫苗先注射，流感疫苗会当提升保护力3成到8成，有效降低大院甲重症的比例。呼吁民众也是爱量早来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